恁爱小心，毋通将善事行伫人面前，故意叫因看见。若是安尼，恁就袂当得因天父的赏赐了。所以你施舍的时阵，毋通伫你面前吹号，像迄假冒为善的人，伫会堂内甲街道上所行的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。我实在讲互恁，因已经得了因的赏赐。你施舍的时阵，毋通叫倒边手知影正手所做的，爱叫你施舍的事行伫暗中。你爸伫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，必伫明处报答你。恁祈祷的时阵，毋通像迄假冒为善的人，爱踮伫会堂内，甲十字路口上祈祷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讲互恁，因已经得了因的赏赐。你祈祷的时阵，爱进你的厝内，关上门，祈祷你伫暗中的爸，你爸伫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恁祈祷的毋通像外邦人用真侪重复的话，因以为话做了必蒙随听。恁毋通效法因，因为恁无有祈求医生，恁所需用的，恁的爸早已知影了。所以恁祈祷爱安尼讲：阮伫天顶的爸，愿人拢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伫地上，如同行伫天顶。阮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互阮，免阮的罪，如同阮免人的罪，无叫阮拄着试探，叫阮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恁饶赦人的过犯，恁的天父也必饶赦恁的过犯；恁无饶赦人的过犯，恁的天父也必不饶赦恁的过犯。恁禁食的时阵，毋通像迄假冒为善的人，面上带着笑容，因为因把面弄甲歹看，故意叫人看出因是禁食。我实在讲互恁，因已经得了因的赏赐。恁禁食的时阵，爱洗头洗面，无叫人看见你禁食来，干那叫你暗中的爸看见。你爸伫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毋通为家己积攒财宝伫地上，地上有虫蛀会朽歹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只要积攒财宝伫天顶，天顶无有虫仔蛀，袂有朽歹，也无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因为你的财宝伫倒落，你的心也伫倒落。目睭就是身躯顶的灯，你的目睭若有光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目睭若昏灰，全身就黑暗。你内头光若黑暗了，迄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一个人袂当侍奉两个主，毋是恶这个爱迄个，就是重这个轻迄个。你袂当各侍奉上帝，各侍奉马门。所以我讲互恁，毋通为性命忧虑，食啥物、啉啥物；为身躯忧虑，穿啥物。性命无胜过伫饮食吗？身体无胜过于衣裳吗？恁看迄天顶的飞鸟，也无种，也无收，也无积蓄伫仓内。恁的天父上却饲活因，恁无比花鸟贵重较济吗？恁倒一个会用思虑互寿数多加一克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内的百合花是安怎长起来？伊也无劳苦，也无放散。然而我讲互恁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阵，伊所牵挂的，啊，不如这花一蕊的。恁这小心的人啊，野地内的草
今仔日搁伫咧，明仔载就等伫炉内。上帝也搁互伊安尼装饰，何况恁呢？所以毋通犹豫讲食啥物、啉啥物、穿啥物，这拢是外别人所求的。恁需要的这一切物件，恁的天父是知影的。恁爱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遮的物件拢要交互恁。所以毋通为明仔载忧虑，因为明仔载自有明仔载的忧虑。一天的难处，一天担就有够了。